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23章14节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4节到18节，第3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节期。节期礼仪能不能使人得救？其实就如同保罗的教导一样，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行为，而是靠着救恩。但另一方面，当然我们知道守节期根据举行礼仪，也并不是使人得救的一个方式。节期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对基督信仰来说。但可惜的是，在台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教会就不太重视圣经中的节期，因为教会认为那是犹太教的节期，似乎不符合基督信仰。但事实上，节期是在帮助基督徒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就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守节期而守，却不重视节期的内涵跟意义的话，那么守节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仪式，一种模样，做模样而已，却没有信仰的内涵。出埃及记第23章14节到19节，上帝透过摩西这样教导以色列人来守这个节期。14节开始说，每年要为我守3个节期。在亚比月，就是你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月，照我所吩咐的守节，除酵节在节期的7天里，不可吃有酵的饼，不可空手来敬拜我。你要在开始收取农作物的时候守这个收获节。你要在秋季摘果实的时候守收藏节。每逢这3个节期，你家里所有的男丁都要来敬拜我至高的上主。你献生祭的时候，不可献有酵的饼。节期所献生祭的脂油不可留到第2天早上。每年要把所收割最好的出手农产物带到上主你上帝的殿宇，不可用母羊的奶来煮小羊。例如除酵节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来不及预备。正当全埃及面对杀长子之灾之后，以色列人就遭受到埃及法老王以及所有埃及人的驱逐。他们来不及预备食物，所以面粉还来不及发酵的时候，他们就被驱赶出埃及了。所以守除酵节就是为了要纪念那个时候，那个 moment， 在杀长子之灾的时候，上帝的保守；在来不及的时候，上帝所赐的恩典。当然，后面的收获节啦、收藏节都是为了上帝的赐恩。让他们在旷野最缺乏的时候能够丰衣足食。若不是上帝的保守，他们不能够存活，也根本没有机会来守节。9月30号，教会在犹太里的
祝棚节的节期的时候，也举行了园游会，中秋的烤肉分享，还有随后的感恩分享会。继续有几位青年在教会守夜，以及在老教堂来过夜。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感谢上帝赏赐给三峡教会一间使用了71年的圣殿。虽然礼拜堂即将拆建，但是这样的一个回顾、感恩，并且顺服上帝旨意的继续往前走，是守节真正的用意。守节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，就是延续了杀长子之灾的逾越节。耶稣基督设立最后晚餐，我们说圣餐，则是延续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因此我们就知道守节在基督信仰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节期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古老的礼仪而已，对基督徒而言，反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仰传承一个态度，用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不需要在守节的事情上面来争论埋怨，反倒是要透过守节来思考上帝的恩典。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，腓立比书2章14节到18节这样说道：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埋怨和争论，好使你们在这腐败弯曲的时代纯洁无瑕，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。你们要在世人当中发光，像星星照耀天空，坚守生命的道。你们这样做的话，在基督再来的日子，我们就有所夸口了。因为这是证明我一切的辛劳不是徒劳无功的。即使我必须以自己的血作为奠祭，浇灌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上，我也喜乐，而且要跟你们大家分享我的喜乐。同样，你们要喜乐，也让我们分享你们的喜乐。在献祭上，在感谢上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，并且领受上帝所赐的喜乐，即所谓的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这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。保罗又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愿你们在主里有喜乐，像你们重复我从前说过的话，对我没有麻烦，对你们却是有益处。你们要提防那些作恶的人，那些狐群狗党，就是那些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。其实接受真割礼不是他们，而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借着上帝的灵来敬拜，我们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，我们不依靠任何外表的礼仪。若有人以为他可以依靠外表的礼仪，我更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光是靠礼仪祭祀是无法得到基督的救恩，因为谁都会，就连一般传统的宗教都在守节那是没有意义。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认识每一个节期的意义，
在信仰生活的上面来守有意义的节期，帮助我们纪念上帝的恩典。诗篇19篇，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宣扬他的作为，日日述说，夜夜传播，无言无语，无音无响。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，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。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像新郎走向洞房，像勇士欢欣奔路。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，绕到天的那一边，他的热量普及万物。上主的法律完备，使人的生命更新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使愚蠢的人得智慧。上主的法则公正，使顺从的人喜乐。上主的训诲透彻，使人心眼明亮。上主的规范纯真，永远留存。上主的判断准确，始终公道。他们比金子可贵，胜过最精纯的金子。他们比蜂蜜甘甜，胜过最纯净的蜂蜜。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，仆人谨守，获益无穷。谁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呢？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，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，不容许罪恶支配我，这样我就能够成为无可指责的人，免犯悖逆重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者啊，愿我的言语，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耶稣基督来连结，得到上帝的救恩。感谢上帝赐下恩典，使我们透过守节能够来纪念你的大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